大家好啊！咁今日就多謝晒新鴻基啦、新地會啦邀請我嚟講，咁都非常之受歡迎啊，個樓盤非常之旺啊！咁亦都我哋今日講其實最主要想講嘅呢就係講北部都會區啦。咁我諗呢個就都好耳熟能詳㗎啦，呢個香港個發展北部都會區。咁我今日主要想講就係大家聽咗咁耐，究竟北部都會區係啲乜嘢啊？發展模式同香港一般嘅一個整體區域發展有啲乜嘢唔同啦？同埋再者，究竟邊個區域會較受惠北部都會區嘅一個發展呢？咁北部都會區其實就係香港啦，我諗係一啲新嘅一個整體嘅規劃發展嚟嘅。咁可能喺個城市規劃上呢，你會聽過可能以前有啲叫衛星城市啊，個唔同嘅發展，譬如有似東九龍嘅 CBD2 啊。咁北部都會區其實同以往嘅一般發展會有啲乜嘢唔同呢？其實今次喺政府去規劃北部都會區呢，佢嘗試用一啲新啲嘅概念嚟做，因為北部都會區我哋比較接近內地啦。咁喺一路香港嘅發展，其實喺近年咧都尋找緊一啲機遇出口嘅。咁其中一樣嘢呢，就唔係太希望從一啲土地發展嘅主導嚟發展呢個地方嘅。而係用一個產業嘅形式去發展，咁即係啲乜嘢呢？就希望香港可以嚟緊呢，究竟走嘅路線用乜嘢嘅事業啊，用乜嘢嘅流程嚟行呢？係配合土地嘅一個發展嘅。咁呢樣嘢其實係一個好新嘅規劃嚟嘅。咁所以你睇到其實點解會講咁耐呢？第一個就係我哋要定一定位，究竟北部都會區喺成個香港可以發揮到咩作用？咁所以你睇到可能2021至2022年呢，有好多討論啊、規劃嘅情況。咁我哋可能有啲方向啦，諗下我哋坦白講都未必想香港喺北部都會區，即係只係產生另一個數碼港嘅一個情況。即係可能數碼港嗰陣時候都有個科技嘅機遇，但係我哋冇好一個捉緊。咁所以，但係發覺原來個制度搭建係好重要嘅，即係有啲嘢原來唔可以淨係齋一個簡單形式嘅批個地出嚟嘅咯喎。咁可能喺我哋對上翻2023、24年呢，喺成個制度上呢，我哋有啲改變。陣間我都會提一提，可能一啲規劃上嘅縮短年期啊，一啲地政上嘅改變啊，甚至而家我哋拍地招標嘅模式呢，都有少少改變，希望係以一個產業引入嘅情況㗎啦。咁去到今年啦，我哋陣間都會講，我哋啱啱就推出嚟，即係開始第一個片區發展嘅一個土地啦。咁呢樣嘢都開始慢慢咧，我哋睇緊2025年、26甚至2027咧，其實呢件嘢由我哋規劃上咧，慢慢去落到地，因為執行㗎啦。咁所以即係坦白講，而家買咧，其實都係你可能投資北部都會區一個時間點，因為我哋預計未來可能即係慢慢嘅落成起到啦。我哋喺個譬如產業基建先行，即係我哋打通咗啲道路啊，打通咗啲規劃啊，其實慢慢會喺2027、28年都會有一個我哋開始慢慢見到一個收成期。咁所以起碼個時間軸上呢，我想俾大家感覺到，究竟喺點解講咗咁耐，好似未有嘢睇啊？或者喺個政策上點解會有咁多好新嘅嘢？譬如可能有收嘅土地，而家好多時都會聽到啲咁嘅新聞啊，點解要咁樣做啊？咁首先都有講㗎啦，其實而家主要其實就做咗幾個立法呢。就因為有啲嘢咧，可能去改劃啊，喺個地政上嘅批建呢，其實同以前香港嘅制度有少少衝突嘅，即係延慢啊，簡單啲講。咁好多時咧都會係而家想提速，我哋加快咗一啲批建啊，一啲過政策上嘅流程去改動。即係簡單如果講呢，即係以前可能你做一個我轉用途規劃嘅流程嘅，都可能要大概9個月至到1年。咁而家希望盡量縮短到呢，大概2至3個月已經得啦。即係盡量可以簡單地梳理，只要個規劃係符合我哋整體個發展呢，我哋盡量去加速。咁呢樣嘢都同以前我哋可能要發展一個區域，希望盡量快少少，可以令到大家呢樣嘢係起好出嚟、落建出嚟嘅。咁另外一樣嘢就有一個片區嘅發展啦。我諗可能大家都有考慮，片區係乜嘢呢？再簡單啲大白話講啊，大啲，跨個區大啲。即係以前一塊地唔該我整體個規劃，但係呢個大啲，除咗個地嘅面積以外呢，佢個用途上都會係涵蓋㗎。即係我唔係純住宅嘅一個批地。譬如可能以前你喺跑道嘅區域呢，就係我有塊住宅地，我有塊商業地，佢好獨立嘅。今次呢，我大包圍，我判晒俾一個比較大啲嘅發展。咁點解要咁樣做呢？都係陣間我會講係一個產業主導嘅一個原因。另外就想，因為我哋亦都睇到，其實政府睇到啦，其實北部都會區我哋打通我哋嘅北上嗰個通道係極之方便啦。
咁所以其實亦都係喺而家內地好多科技嘅產業一路行緊出嚟。咁呢一樣嘢都係我哋整體喺香港喺北部都會區其中一個好大嘅一個方向性嚟嘅，就係可唔可以融入喺內地嘅科技喺香港都做一個情況呢？咁所以你睇到咧，其實而家北部都會區特別我哋喺第一片區上啊，我哋主力嘅行嘅方向咧，都係一啲高端嘅專業服務，即係把持翻我哋喺香港接近國際一個三言兩語即係嘅一個語言嘅優勢啦，我哋具國際嘅視野啦。咁希望我哋提供翻一啲專業服務。另外就係我哋一個帶領翻我哋整體即係符合翻現時一個科技嘅主流嘅一個發展。再者咧，陣間會講嘅就係香港其中一個近年做得唔錯嘅一個位置咧，就係一個喺地域上嘅教育事業。咁我諗大家都聽過，我哋嘅專才啦，嚟咗好多大學生，我哋香港唔同嘅大學嘅國際排名都非常之做得好好啦。咁呢樣嘢可唔可以喺區域上我哋有一個定位？即係而家之前啲人中意去英國留學嘅，會唔會喺可能喺區域上東南亞又好，內地又好，嚟香港做一個咁樣嘅帶領專才帶領一啲高端學府嘅一個形式啦。咁所以其中一個產業都有講啦，其實會有一個大學城嘅出現，亦都正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去討論。咁嚟緊第二塊嘅片區呢，其實就會係一個大學城嘅一個招標嚟㗎啦。咁亦都睇下，希望喺個大學上喺香港有個點樣可以同商業嘅一個聯動啦。咁呢個整體就係即係發展商做得好好嘅一個幾個重點嘅地標規劃圖啦。咁我哋就其實喺元朗呢，我哋正受惠喺第一個片區就喺洪水橋呢個位啦。其實我哋喺南方呢，就係我哋元朗嘅區域㗎啦。咁可能好多北部都會區，好多新界嘅土地都話，我哋北部都會區賣緊。咁究竟元朗我自己覺得有冇咩機遇喺當中呢？其實我自己覺得元朗本身係一個好成熟嘅住宅區嘅。佢本身裏邊嘅住緊嘅人，其實嗰個喺當地嘅一個人口唔少啦。第二喺個配套上，即係點解我哋都會提一提會有450萬尺嘅商業呢？咁其實呢一點喺個居住嘅環境即係你嚟緊諗到將來會有一個好大嘅就業人口，其實好多時都要喺附近要揾一個居住嘅場所嘅。咁喺居住場所當中呢，其實好多時都要睇下區內嘅配套夠唔夠成熟。咁我好相信呢，其實成個新界嘅西部呢，元朗係屬於一個已經係好成熟嘅一個住宅嘅配套嘅一個區域，亦都有好多好標誌性嘅住宅。咁今次亦都有個新嘅規劃咗出嚟啦。咁另外當中其實佢個整體，因為頭先我所講啦嘅產業主導基建行先。咁喺個線路上啦，即係喺個地鐵線交通上，其實元朗本身都係一個配套唔錯嘅一個區域嘅。咁所以發展商可能都會提一提三站三線嘅優勢啦。當中我哋最近嗰個站坳頭站，咁係北環線其中一個站嚟嘅。咁呢個都會係貫通翻我哋嘅新界北部啦。點樣打通我哋幾個一個北部都會區嘅聯動嘅一個主要嘅幹線啦。咁我哋喺附近亦都會喺有個坳頭站啦。咁我哋原本其實錦上路站都係喺我哋個項目好近嘅一個位置啦。咁呢一點無論我睇到啲商場一啲學府嚟緊嘅大學城或者頭先我哋第一個片區嘅科技嘅一個投放其實都會喺我哋喺個地域上係屬於一個連接幾近嘅一個區域嚟㗎。咁呢點我諗睇我哋即係元朗嗰個機遇就會主力嘅正就係喺佢個註冊嗰個位置㗎啦。咁如果講緊成個北部都會區，我哋喺西邊呢個板塊呢，其實大部分投放都係我頭先所講嘅幾個產業，物流主導，一啲專業服務主導，一啲科技嘅主導嘅。咁呢一樣嘢其實都會帶領咗啲乜嘢呢？係一啲就業嘅人口。咁即係大家唔講唔知，其實香港近年嘅 GDP 其實今年嘅 GDP 提升呢，其實GDP 嘅構成呢，其中一點就係嗰個投資嗰個比額咁而家我哋喺北部都會區，其實都係香港作為一個定位呢，係一個政府投資呢去帶動經濟嘅一個轉化嘅一個位置嚟嘅。咁所以都會感覺如果好似香港而家個 GDP 其實都幾好喎。其實唔少嘅一個原因，正係一個好大嘅政府投資產生出嚟一個經濟嘅流動。咁當然落到去可能而家先呢，
都會係一啲可能係建築嘅工作會比較受惠啲啦。咁嚟緊一步一步咧，其實喺區域嘅職員都會繼續一個成熟㗎啦。咁呢個都頭先都講過㗎啦。咁想再提一提就係其實香港喺整體教育發展非常之好啦。咁好多而家喺內地嘅討論啊，都話我可唔可以喺香港去做一個留學啊？而家香港整體都行緊，即係除咗招攬外地生以外，主力係內地以外咧，其實一路發展緊東南亞嗰個市場嘅。咁其實即係香港幾大學府，但係今年咧都非常有幸啦。我諗即係香港嗰幾個大學都非常努力啊，繼續提升我哋喺全世界嘅一個大學嘅排名啦。咁其實都唔差嘅，即係可能有10零名又有啊，50名內其實都可能有5、6間學府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其實幾坦白講，原來大家都唔覺香港喺教育上都係一個幾驕人嘅成績嚟㗎，即係喺真係整個市場嚟講。咁呢個我諗都係一點啦。其實亦都話點解佢大學落嚟嘅即同本地佢現有嘅校舍，因為大部分新落去嘅校舍有咩唔同呢？佢哋喺度諗緊呢，其實喺北部都會區會唔會有點樣可以將學業同埋將來嘅就業，將佢變咗一個產業嘅帶動㗎。即係假設啊，可能有啲醫藥嘅情況下，會唔會我哋喺北部都會區喺個學府附近，就有一啲醫藥嘅公司都可以喺附近都落戶呢？咁做一個令到佢哋嘅研究上啊，點樣可以帶動翻個產業嗰個情況嘅？咁呢一點都係喺北部都會區，其實喺裏邊啊，可能大家將來再留意下報紙啦。其實可能報紙已經講咗好多呢啲嘢。咁喺呢一點度，大家都可以研究下，究竟今日北部都會區同埋我哋其實喺以往一般喺香港唔同土地嘅發展嘅分別。今次真係我睇到其實政府有個動力係幾創新嘅。咁都希望呢一樣嘢可以真係帶動到我哋整體嘅一個發展啦。咁另外我哋喺北部都區元朗有一個好大嘅概念呢，就叫做北創科南金融。咁喺個地域上嚟嘅，咁我哋喺呢個西線嘅主軸啦。其實我哋喺而家喺即係西線站啦，落翻去譬如九龍站啊，譬如港島站都好方便啦。咁另外亦都係啦，我哋嚟緊有幾個口岸啦。咁我哋本身新皇崗口岸其實係一個叫中邊偏西嘅一個情況啦。咁另外一個過關口就係個西部通道啦。咁所以整體我哋喺元朗嘅一個喺地域位置咧，喺個交通上嘅配套亦都係好足夠嘅。咁我不論其實我哋喺地點上亦都有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啊，巴士、小巴，除咗鐵路以外啊。咁所以我哋喺一路講，我哋點解講話喺元朗就會有一個南金融北創科嘅一個整體概念嘅原因就係咁啦。咁亦都係喺除咗個鐵路以外咧，好多幹線上咧其實我諗大家都搭過啦。無論去機場又好，無論真係去深圳灣口岸過關又好，而家好多時北上消費啦。咁你都係經我哋北邊嘅主幹道嚟做啦。咁元朗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交通連接位，咁可以上翻落翻去3號幹線啊，去機場又好，去深圳灣口岸都好啦，係一個非常方便嘅一個位置㗎啦。咁都我講可能有啲超前啊。咁而家我都係版面上都話翻俾人聽啊，點解係南金融北創科啊，同埋我哋有亞頭站啊、3線3站嗰種優勢係邊個位置㗎啦？咁因為今日個時間都比較緊迫啦，咁我快少少喺後邊。咁當中我哋其實本地喺附近都有一個安基斯啦，我哋嘅中學啦，同埋有另外一個聯營嘅，即係有一個幼稚園喺附近啦。咁喺附近其實都唔少國際學府嘅。咁呢點我諗都係為咗配合可能真係住宅比較多嘅一個區域啦。咁整體一個幼稚園、小學、中學嘅，甚至去到大學教育啦。咁喺呢個位置上都會有一個唔錯嘅一個配套㗎啦。咁最後啦，咁可能喺北部都會區，可能喺元朗嘅新發展都唔少可能上車嘅買家會有興趣去睇翻個物業啦。咁當中要注意嘅地方呢，其實而家再提一提啊。咁香港其實買新樓嘅保障都唔錯㗎啦，起碼我哋有一個一手條例呢個規管。咁一手條例其實佢個目的點樣產生出嚟，或者佢參考啲乜嘢呢？其實係參考商品說明條例嘅，整體都係唔該你將所有嘅資訊話晒俾個買家聽啦。咁所以而家喺網上邊喺現場上邊呢，會有售樓說明書啦，講究竟你交啲咩樓出嚟啦，佢附近有啲乜嘢情況啦，有個價單啦，究竟我每個單位賣緊幾多錢啦，我有冇付款辦法嘅優惠啦，或者嚟緊啊將來可能嗰邊好雀躍嘅可能入緊飛，咁點樣賣啦？咁
咁啊，下一步如果真係要自己住或者投資嘅，咁睇下個交通配套如何啦，同埋投資好簡單，睇下將來嗰個項目區域有冇前景啦。咁呢啲都係好概括性、好主導性一個睇，究竟你選擇嗰個物業嘅主要嗰個情況㗎啦。咁程序上咧都簡單啊。如果有興趣睇完樓咧，喺嗰邊可能留意下，有興趣入張飛先，因為而家都真係可能個別比較受歡迎嘅項目係需要抽簽㗎。咁嚟緊都睇翻佢啲售安排，咁留意翻即係發展商幾時去賣樓日。我係港漂，係高才，因為而家係想買樓自住，所以都係想揾翻啲比較實用嘅戶型啦。所以比較中意兩房戶型多啲。頭先聽完嗰個講座啦，係對呢個樓盤有更加清楚嘅了解。我覺得而家香港好少有咁嘅低密度同埋低高度嘅樓盤啦。佢係本身應該10幾層高咯，所以睇落去就比較 chill 啲啦，比較啱自住啦，所以都係我覺得比較吸引我嘅地方。因為我本身都係離地人，咁雖然都係長期留喺香港發展啦，但係間唔中都要翻去，尤其是上到去深圳啦。咁呢個千餘個位置咧，其實都係翻深圳或者北上都係方便嘅。屋苑嘅會所設施都係一個我好 care 嘅方面啦，因為尤其是新樓，我知香港啲新樓盤咧，啲會所都係佢哋嘅好大嘅賣點嚟嘅。咁我自己咧就比較關心嗰啲做 gym 嘅設施啦，係尤其是我頭先聽到都可以做 high rocks 嗰啲好新潮嘅嘢，都自己比較期待嘅。我本身都有睇過個會員嘅電郵啦，咁佢都介紹得好詳細嘅。咁我都覺得好吸引啦，因為呢個樓盤呢就係靠近呢個北部都會區啦，咁地時嘅交通都會好方便嘅。咁我自己本身都中意去郊野公園啦，咁我都睇好呢一區嘅發展咯，係啦，因為我都好成日北上嘅。咁皇崗口岸就喺隔離啦，咁因為佢嚟緊都有一條新嘅支線啦，咁都好方便我哋北上消費咯。我兩個小朋友都嚟緊都升中啦，係咯，佢校網好嘅當然係其中一個考慮嘅因素咯。